40年、50年过来，咱讲你无用，你用着，大家拢诚心，拢诚心，拢同心，拢大家。你有法达到，你有法度达到哪？你有法度达到清净心无？要达到清净心内底当中用，你虽然用着，但是你所无所住。这个无所住，毋是完全拢无的，伊叫做自住。伊叫做自住。自住就是讲，对我的内心世界无起心，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但是你毋是插头的哦，你毋是插头，你知影哦，你有自住哦，你毋是生了分别哦，你毋是生了分别，毋是生了失调，你毋是这样。所以，因为伊即段话来讲，用，较用着，你我拢达到见无见，我拢达到闻与不闻，你拢是一个真正，你是一个佛界法，一般发生物件。所以，咱一般定依环境，离环境界，法定是不动。但是因为你法，你也毋是咧法。发生物件，其实这个法来讲起来，拢是一种你有要去化掉一切物件，拢是一个法。本来是苦种，本来是去除，本来是苦种的物件，伊会发生物件。所以你毋是生了一个幻想物件。所以，反正这个应法，这两种物件，拢毋是一个真正真实的。我一个解释。毋是你自性中应该苦着的物件，迄拢是因为你自性中生出来一种的妄想，一种妄想一种。所以有这两种造出来了后，基本上咱世间开始会。所以呢，现在当中呢，咱讲这应法是本来，来这说明这物件吼。所以结对温和应温和，云和应住，云和应住。诶，当时咱所学的摩诃道，要安怎安住这个精神？要安怎安住？应法，你有一个应，你有一个法，有一个你家己起心动念，这种的幻想、妄想、幻化。你讲安住，只要心安住袂好势，或者解释你空间空间，你空间更简单，度掉吼，也是讲超袂好势。这是事实吼。所以呢，因为而且当中啊，咱同学这个经验吼，现在包括这个应法已经30分了吼，伊是结为了温和应住，截取云和应住。问题21分的内底总结就是怎有行心吼，也是个问题啦吼。敢若唔通起心生心动的，这个默定数学。第31分就是默定数学，不但默定数学，也爱考标的管理，咱管理的这个主项，最后也是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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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经过简单讲，这个第9，这个第30分的第31分的讲，一切不相万，袂使一切法相，一切法相只有法相是相拢是一种的相合。那当中呢，不过这个当中，不但反复这个法相一些信念的法牌，这些的那安尼咱的妄想的行会好势，所以这是32分总结，要怎样安住这个真心这个问题所以咱而且就是经过这会议是用功跟温馨的这主题，这个当中来咱学习，对的。是我用不人一般无量阿僧祇劫7本
南月言以万无用阿周天世界七宝，虚荣报喜，拥有贤男子贤女儿，发菩提心者，岂有出境乃至四顾其顶，受持读商，为人演说，以福性彼。公园到这个好像不叫啥事公园吼。伊讲吼，这段就是一个较量，吼，头前这是一个较量的功德。这个较量的功德一定分得到，咱伫金光经的当中，咱看出来，咱就改来七改，我记得咱改来七改的较量的功德，一定是较量。较量就是讲，你受持之阵，处于乃至事物一定为他人爽，吼，的贡献。讲信过于，无论是早离婚、中离婚、后离婚的这个成命，哦，无论3000、2000世界七宝，无论是现啥所七宝，无论甚至都用这个较量。那安尼咱甲听起来，所有的较量，无对一项会信过。受持作上出经乃至所一定为他人演说下者，我是要解说，一切所照料的物件，咱拢知影，伊这拢是有漏，拢是对立法。因为对立法，伊是一个相对，伊毋是一个作对。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咱只要地球内底当中，这个叫做作对。你内底所有地球内底所有的物件，这种叫做相对，拢叫做相对。而咱自身这个叫做作对，而咱的肉体当中所有的物件拢叫做相对。但是，这个作对，这个作对，这个绝对都对的物件，无有一个会当甲伊作对真作对的，无有一个物件能超过伊的物件。这个叫做嘛？这个作对叫做无上。这个无人能比较强，这个无上。这个是咱来讲，咱叫做性，咱是来讲性，咱不讲这个。伊这个地球的这个说，这个无地球内底无对一项比这个地球内底无比这个地球，那离开这个地球内底当中，所有的拢就是咱，拢不生存的物件，拢无法生存。离开这个地球内底当中，拢无法生存的物件。这个地球若分别了后，所有的内底物件拢总相互分别。咱这个主性，这个空性，如果若分别了后，咱的四肢八骸拢在分别，拢总在分别，这是一个属性。咱今日爱知影，苏菩提，因为本质上苏菩提，甲讲，这段第四经的照亮，讲到，伊着无量阿僧祇劫，世界是宝的方便，实际上来讲起来，这是咧讲自心无自的能力，自心自心无自。这个叫做解释，这个安怎个解释？这个哪要个解释？叫演气，这个无助叫做无我，演气成空，演气成空，这个解释这个道理。所以自心。这个自性就咧讲，你用着无助，就是讲一个无所住。咱今日伫这个自性，你若无这个自性，你若完全落入一个叫做幻空，咱叫做幻空，叫做幻灭空，叫做时空，这个叫时空啦，幻空啦吼，不是断掉，它这个时空。
你这边看起来这个当中，你这个看要怎样？你要自然个。所以你就是有这个自信，你有这个物件，但是以这个物件来想讲，这个叫做元气。咱今日遮当叫做元气，自信，无助，咱一定要达到一体同观，一体，就是大个一体，同观就是同一个看法，同观是同一个看法，唯有咱一体同观，就是讲到你自信，你对到你自信的当一体同观。所以今日就是讲，咱今日自信无数的道理，就是讲今日咱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叫做气界，这个世界叫做气界，气界。换一个介绍叫做功夫世界，你这捌听过无？所有物件，世界所有物件都气界，但是气界，你会使进入这气界的，伊这气界叫元气本。咱今日去接触啊，互咱用去调咱用，是安怎来用？因为咱今日为着这个读册较方便，才这倒来遮。当咱无需要的时阵，咱敢会一直在这边一直在调倒？你就这倒可能吗？你到底是所在这个这倒你吗？咱想讲，伊处感觉疲倦的当中，一直在接着这做。咱想到，当你今日已经过了后，你敢会一直爱去做一阵点？自信就是你讲我这个物件，无助就是讲，因为我一定因缘生活的物件当中，我一定爱是积极。一年的搞当中，咱常一句话，讲，欲地不胜衣，凡事皆因缘。因缘有气，易成就。欲地不胜衣，那么了解佛性，一切因缘道理，你就看，凡事皆因缘，因为你要明心见性，你是个凡夫，是要明心见性。你是个凡夫，你是六道轮回众生，你要明心见性。你无告诉我因缘形式的当中。你要明从心，要见从心。因为你无对这本数学有真正了解数学的实义，你了解数学伊本身会算得到啥？所以咱想讲，这阵阿夫查不了宴会，你是宴会，你是若去到迄些青岛，这个时阵6、7月去青岛来看宴会，伊拢一阵树仔。中发会发到前面，伊若要甲你介绍讲，是当时宴会，你问他讲宴会，但是因为宴会是对一当时做出来的，你若要办，你若迄个外人作大的时阵，你开始要登出的时阵，迄个宴会逐日拢遐大点呢，规场跳无半休呢，规场拢总宴会有够水的呢，然后。水到迄个不像样，迄个水为个做宴会咧，但是咱知影，宴会是对这站宴会来去布出，是安怎进？咱无看到宴会，因为时间了到，那时间若到了后，你进去看无，但是时间到了后。他们都很解释，没有很解释，因为你去自然话的，因为我想工作在道理，你讲明心见性的道理，你马上就听，想哪里讲？因为我就是我的赞助，不得讲如来违法大乘者说，违法最上乘者说，恁今日当中要定名要听高中要听大学的数学。你要到迄个程度咧，你对不对？也许有人今日境界学惯，无惊，因为咱是数学，咱是国小人，我都跳去高中，我跳去大学，冒迄个天才，但是迄个全不对。
要找6种类型，地中海的做设计方面，地中海做什么一个？但是咱今日来了解，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有一个自信，拢有一个信念，咱拢有一个有，但是咱的因缘成熟无？这问题是安尼，今日咱因缘成熟，咱的因缘还未成熟，是安怎？今日佛道里经讲，讲，世界小者无处无边宣传无一处一切。当天是日不一分一分三十五成成一，已有千万无量佛所证诸成因，乃至于成千世界。佛道现在讲是道会传，必世界小者这个人，唔是讲今日天顶挂来结婚，所以咱好有感情，现在爱上这个参考，咱拿过来。拢袂歹，嘛拢袂歹，啊嘛拢等你过来尔，啊嘛真正有道理，拼到无道理啊！我能理解，咱道理是讲不了有听，讲道理的心当袂着你，咱心啊讲两个字，讲到使，结果嘛是无法度，结果嘛是无法度，但是咱讲，曾经嘛是我同事讲，不要担心。唔是咱个唔对，是伊本身爱了解，有1分、2分、3、4、5分。你今日有中5细分，你来当今日来世界小者，你若中2细分、1细分、3细分，有得写就是简单。尤其都无中用着，尤其你讲一个都无中用着，你就要甲塞个参考。当然简单，敢塞个听？真正唔是简单啊！爱上前这个爱上5个参考，但是咱抢，咱逐个无认真，咱逐个无拍拼的，咱逐个用心鼓励你，有，但是问题就是安尼，讲即话提一点啊，但是事实就是安尼，事实就是安尼，所以因缘来就是下这也是点点，因缘无够，你要安怎下这个，要安怎面这个？学世界，你现在真正用这个物件，学世界简单入去，你入头为啥？你甲我当初要入学世界，咁样简单入？啊，你入一个小型阿罗汉，你做对手段，而遐尔简单，你到学世界，这是事实。所以咱今日爱知影，咱一定爱知影，一定去看看事实，然后到这个时阵，自信无错道理。所以，苏博德。用幽人比我无量阿经的世界七个七个故事，当然，咱我拄才讲，我得咧讲一段话，这是一种教练，比较教练的比较，所以呢，伊个去遮都对着，无量加一个无量啊，无量。因为咱当时若看到金光经，而且地藏七分，佛道伊要成就佛道，一定修过3大阿僧祇劫，3大阿僧祇劫，伊才当成证到了，这个八地菩萨，伊才当去证拄着这个定分啊修。3大阿僧祇劫，但是这个物件，这是讲无用哦。你按甲讲的，伊按甲讲的算偌济？因为无量就是我嘛唔知要安怎去讲这个数量。3大阿僧祇劫，会当修过3大阿僧祇劫，当成佛，但是伊这是无用劫。这个阿僧祇劫，咱的华语就是咧讲啦。就是一个无央数、无用数的物件。这个数就是讲无法度啦，无央力，那个无量阿僧祇劫、阿僧祇，就是讲无央数。咱中国的解释是安尼，那个话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无有一种的数目。一
写到无什么数目可以计算。咱讲，安尼应该是这个方面，咱应知影吼，就是讲，这个阿根基业世界，这个阿根基业，这个世界七宝啦吼，这个七宝，七宝咱应知影啦吼，金银、烧酒、米落去啦吼，啊落吼，像迄甲甲七项宝的，我七宝吼。这个七宝就是无量劫、无量阿僧劫、无量数、无量可以算的这个七宝，报喜啦吼，七有报喜。有救人这个人，咱知影吼，这应该是伊毋是一般顶的人吼，这叫做这个人叫做主心无主的人吼，伊就不得开始去做，因为伊报喜无主相，叫做无助心无助，伊就完全就是要去做这个物件吼，这个人报喜啊吼，伊有安比，安尼讲了这无，然后较实讲啦吼，都有一个人叫做叫有善人做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此有诸经乃至书之顶受持图像，为人一说有性命，哦，正方。讲用一个做比喻，后一段就是你达到明心见性，你达到自心无主，你达到了真正伫修行的内底当中，你所有的报喜内底当中，你拢无去自想，无去报，这叫物件。这个物件来讲，这个善人做善女人，发菩提心，当然，今日这个善人做善女人。咱话过去来讲的吼，就是因为应该咱的经部经法卫生内底当中出来的这个善人做善女人，应该是利他的这个四角，哦，如果无相，当然你去批评伊，伊是当然是出家教吼，咱今日善人做善女人是在家教，虽然讲今日在家无去出家的这个对象。但是伊嘛有听到有法，伊嘛咧参与着修行，而且道理上参与着。这个人要发菩提心，哦，要发，这个人要发菩提心。哦，温和应诸，这个人要发菩提心，温和应诸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来讲啦，吼，起因起，哦，发阿弥陀什么三菩提心。其有出经，方言这个法，啊，这个心，这个发心，所以过去写咧强调一句，发到这个无上正定正觉心，换一个解说，你今日就是发到清净无量的心，是发这个心。那今日你发这个心了后，你今日当中会当其有出经，哦，其。就是讲，今日你意念有啊，就是你即持金刚经，这个三界定经的内底当中里面有，所以因为哦，这个报记了，咱今日乃至数一定，当然有数已经过去，咱大学曾经都来讲，这是报告，当然数记，就是咧讲金刚经记录的是大话啦吼。反正你伫金刚经的，这是大话，这叫做大记，哦，叫做大记。只要受持金刚经的一段小经文，经义，你会当把它一言不忘受持学上为人演说，这非常重要。为人演说，这个呢，当然你会当只有出经。乃至数一定，但是你发这个意了后，你对佛法修行，咱想讲菩萨就是安尼想，因为阿罗汉，伊就是会当了解这个，但是因为伊无得好好理解，所以伊就是那是一个修行阿罗汉吼，为人演说，伊修行经文义理啦吼，为人演说，这是因为因为咱他的功德有性质啦吼。
这是你得到胜过着七宝无自行死的这人吼。所以金刚经咱是第4坤叫做妙言无主坤啦吼，咱就话着吼，因为伊福报就十方虚空不可计量。现在这个福报的心的人修持，独相为伊演说的金刚经啦吼，所得的福报，为什么会当超过着前面讲的无自行死、无主无主掉的形式啊吼？因为前面的迄个无自行死这个人，只是听别人讲的金刚经，你行理行故事，不要自相。因为听了这个道理啊，咱就相信，咱就发心。但是伊天天经过死，天天不着相，但是因为伊要受持福相为他人一说金刚经啊吼，问题是个产生化。虽然伊是不自相，伊的形式无自相不说，但是因为伊能够得到东方虚空，人是帮水上的虚空，比如这物件，这物件，比如阿坤，因为伊后壁就是无为人解说，无为人演说这个道理，所以咱想讲，后壁咱去度化有情的众生，咱会当度化一个来做菩萨。一些的那个情况呢，要度人好度，是非常不容易。但是要度伊的情况，好在就，OK 啦。伊深透了，咱真正要到道中发生百般，这个那个情况，正中我大家好度。进口化的味道，进口化，那就会说明要身体跟饲养好。刚刚由于一个主要话法会特别高讲，应该去找，应该非常技巧。这两个完美经理，跟上班讲，你台湾它合理，你台湾这个不合理。但是因为伊我用点的人。你都会栽培伊的道中安尼行，要栽培较深刻，这段较可能，较简单。真正袂遐简单，我无骗人，无遐简单。咱保卫迄两单栽培一个有深刻。咱伫迄个花手，咱伫1000年外，1000年也8年外。咱嘛了有差不多10个情况，较袂简单。几十年啊咧，咱伫泰国30年，即嘛那才有100多个情况。那100多个情况真正会到办到有几个？几个？所以真正要培养一个人去求道，要互咱一个栽培较互伊深厚，去互伊深厚了，发现要伫道中到办道，到度化众生。所以，我去负责迄个，做一个参加迄个总会内底，嘛只去讲，迄个道理，哪个空间，咱即个先得到东西。我记得报宪法，我宪法给，宪法几宪法这样，变成这个宪法，因为我今年点7到7到1到7到32个33个，这个宪法大好玩，真正，有道到安怎管法，咱日记迄个什么人啊？迄个个今年，讲伊一个读书啊，一个后生叫我小我写了，讲伊哪会啊？伊啊，讲真伊咧急救，我比较好奇，伊来怎会当挂票？迄个警察去，你会怎挂票？你个发现迄个外头地当个，甚至呢，个哪？个人情况也会。这个人就是讲拄着的这个问题，你看还是不相信？
一年那个，一年无用的个，我会记过去，但是全部接想过。当时伊出世界代志的时阵，我输我，你叫我大家点袂哩，因为大家今日无救这个吼，那叫死嘛，讲的是嘛救到啊嘛救到倒边，阵救到了上天，迄个时阵啊，大雨天大雨北，有人过节，所以人最安逸的时阵，拢总袂记起，都会总会较多。真正袂。而且家庭你出问题了后，你就规个家族总在救，那救后要安怎你人不爱，是毋是安尼？所以一定要了解。多一个人真正会当去修到学到伊讲真正有办法，真正有办法。但这个修，咱个想法歹，因为伊要发生的以前，就无这物件；发生以后到这物件，你个想法歹。伊要发生的以前，伊就无这个潜意识；发生以后到这个潜意识，毋是伊本来有想，是伊迄个想法无起来。无阿庙都有330，这想法无起来。安尼心情等到电视个反，这用的这个。用着，我面对着，求天求地求好了，无同的，我要求这咯。我会当安怎，是毋是安尼？所以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拢不会去看你生心的事。所以今日咱来到今日咱来到这个受持同上处境，为伊演说这个人伊福报，为什么会超过无数行师？咱讲的。五经的第4分人了，这个人标的讲较大，因为咱人履行付出不着相，这个道理，咱相信的核心天天明报是天天的相，但是修持同上有参与演说这个重点，伊无去做，伊行报信命，伊无去为他人。咱来讲内心充实的这个信仰。啊，伊迄情景是放不开，要去为他人演说这两个流程，所以我们回他一定要依照性格认识处理意义。一定要信心，一定要有信心。第二，你要了解，一定要有信心。咱好感受，信。